这栋永康区维管大楼经过地动绑落的伤痛，到国内外观看关心的力量以后，原地重建。经过6冬，现在主体都已经完成，号名出云居，所有住户等待宽增落来会当搬入去。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性的一刻，当时的赖清德市长现在以副总统的身份特别前来下土，用满腹的感谢来祝福重建完成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完成了，就是在救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让生者，我们把他顺利的救援出来。如果不幸罹难的，我们也尽力的把他找到，交给家属。我们把他双轨制，我们用社会的力量，我们帮助想要离开伤心地的这些住户，我们完全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。我们也尽其可能的来帮助重建户，就是用有别于以往的方式来协助，不是说这个地震多么悲惨，而是我们是非常勇敢。面对这一个重大事件，而且这个社会是多么样的有爱心，大家一起帮忙解决这个问题。除了赖副总统亲临剪彩，包括内政部处长、市长吴美婷、4位民进党籍立委以及7位议员加里长乡亲拢到场见证。大家拢也会记得，今仔拄好是6冬前抢救告一段落，恢复上班的头一天。市长强调，这将成为台南的骄傲，祝福大家出运。今天看到了出云居的落成，可以说别出运，但是要谢谢的人这么多，有一句话叫做谢天吧，谢谢老天成就了这个美事，在繁杂的法规之下，能够走出一条路。今天出云居也会成为台南的骄傲，因为它有这么样子的一段历史，有这样的一个工程品质，有这样的一个重建的条件，那非常感谢各位。接下都市更新重建当代历史长杨玲婷将台嘛相当的感动，灾民的重建将以美梦成真，认为创新的双轨制将成为重建的教科册。感谢台南市政府提出一个创新的做法，就是双轨制。它既要照顾卖地的人，也要帮忙重建的人。一开始市府用善款高价架构，不要参与重建人的土地。一开始我很担心，这样会不会因为太多人卖地选择离开，我们的基地太小就盖不起来了。但是市政府又卖了90坪地给都市更新会，让我们得以重建。所有到场的住户除了见证重建完成的典礼加仪式，对因来讲，今日的心情真正足复杂，嘛希望用笑容加幸福来回报社会关怀。原本的建筑回来的那种感觉，感触很多啊。对，就心情很复杂啦，很期待，然后又心就是还是酸酸的。面对未来一定要积极向上，然后像副总统说的，我们要用最阳光的心态，然后微笑来面对，回馈给对我们付出的所有的人。经过了解，这栋地上15层、地下3层的大商大楼，总共48户开始要重返家园，展开新生活。台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。